Hello，我係 L C 寶，你哋嘅安全帶，我哋即將搭時光機返去港英政府時期嘅香港，去睇下香港嘅歷任港督。喺呢條片入面，我會講下每個港督有啲咩出名嘅事件，同埋以佢哋命名嘅地點。咁喺有港督之前呢，管香港嘅嗰個係叫做行政官，唔係行政長官啦。咁香港第一個嘅行政官呢，就係大家成日會喺中史書見到嘅查理義律 Charles Eliot。咁關於佢最著名嘅事件呢，就當然係第一次鴉片戰爭嘅導火線林維喜事件。喺1839年7月，英國嘅水兵喺九龍打死咗尖沙咀村嘅村民林維喜，於是林則徐就要求當時嘅駐華商務總監義律交出主兇。咁義律呢就拒絕咗，並且自行審咗呢6個嘅犯，將佢哋押返去英國服刑。最後呢，全部都係釋放咗嘅。林則徐呢就因為咁樣禁止澳門向英國人提供食物，同埋唔俾英國人逗留喺澳門。於是啲英國人呢就轉去香港同埋附近海面嘅英國船隻上面居住。英國政府於是喺10月1號用呢個受到侮辱啦、生命安全受威脅同埋財產受損為名，向清廷宣戰。於是呢，就有咗之後嘅鴉片戰爭啦。咁以義律命名嘅地點呢，就有義律谷啦，咁就係依家嘅紀念拿利。咁接住落嚟呢，就去到另一個行政官莊士敦 Alexander Robert Campbell Johnston。咁其實理論上呢，第二任嘅行政官係砵甸乍，但係因為佢要北上參戰，於是呢就委任咗莊士敦做呢個代理嘅行政官。咁喺任內，莊士敦下令開發香港島嘅土地，並劃分為海事、市鎮同埋市郊用地，發展咗皇后大道，駐軍咗喺赤柱，修建往香港仔嘅道路，同埋起咗呢個裁判司署啦、政府檔案處同埋監獄等等。咁以佢命名嘅地點呢，就有莊士敦道。咁完咗行政官之後呢，我哋就終於嚟到香港嘅第一個港督啦，就係砵甸乍 Henry Pottinger。咁喺砵甸乍上任之後呢，佢隨即根據呢個英皇制號成立咗香港政府，設立咗行政局、定例局同埋最高法院。但因為駐港嘅軍官唔滿意砵甸乍干涉軍務，而英國嘅商人呢又唔滿意佢嚴守南京條約，唔俾英商喺通商口岸以外嘅地方走私鴉片。結果呢，砵甸乍備受孤立，最終喺1844年卸任港督一職，翻返去英國，成為任期最短嘅港督。咁所以話呢，做個清官其實都幾難下㗎。以佢命名嘅地點呢，就有砵甸乍街。第二個港督呢，就係 John Francis Davis， 有人譯佢做戴維斯，亦都有人譯佢做爹核士。喺佢任內呢，最出名嘅政策就係抽稅。佢唔單止向煙草、酒精、拍賣品、婚姻同埋墳墓徵稅，佢亦都徵收呢個人頭稅，每一年呢，洋人就交5蚊，華人就交1蚊。以佢命名嘅地點呢，就有爹核士街，同埋用佢英文名命名嘅 Mount Davis 摩星嶺。嚟到我哋第3個港督文咸 Samuel George Bonham。喺1851年12月28號，上環發生咗造成30幾人死亡嘅大火，而呢場大火留低咗好多瓦礫，於是文咸就將呢啲瓦礫推到去附近嘅岸邊填海造地。文咸填海計劃喺1852年展開，係香港第一個正式嘅填海計劃。而填海嘅範圍包括咗文咸東街、文咸西街、蘇杭街同埋摩利臣街一帶。而以文咸命名嘅街道就有文咸東街、文咸西街同埋般咸道。而香港第4任嘅港督就係寶寧 John Bowring。而喺佢任內發生咗呢個亞羅號事件，亦都係第2次鴉片戰爭嘅導火線。喺1856年10月8號，清朝嘅水師搜查咗一架叫亞羅號嘅商船，並拘捕咗船上12名涉嫌走私嘅中國水手，然後撕下咗喺船上面嘅英國國旗。於是寶寧就向當時嘅兩廣總督葉明琛發通牒，而佢照會嘅內容就如下：如不速為彌補，自悉本國水師，將和若缺陷補足。而葉明琛呢就拒絕咗賠償同埋道歉。最終寶寧勒令英軍入侵珠江口，炮轟總督衙門，引發咗第2次嘅鴉片戰爭。而以佢命名嘅地方呢，就有寶靈街同埋寶靈頓道。然後就嚟到香港嘅第5任港督，呢個非常之年輕有為嘅下橋士羅便臣 Hercules George Robert Robinson。咁至於佢點樣年輕有為法呢？羅便臣喺上任嘅時候仲未滿35歲，係香港最年輕嘅港督。而喺開埠初年，香港係冇自己嘅法定貨幣，於是呢，羅便臣就喺1863年首次發行港幣，其中就包括咗香港嘅1文啦、1仙同埋1毫，咁全部都係硬幣嚟嘅。
除此之外，羅便臣喺任內興建咗香港嘅第一座水塘，就係呢個薄扶林水塘。佢除咗發行咗貨幣同埋起咗水塘之外呢，佢亦都發放咗郵票同埋起咗香港嘅動植物公園。而以佢命名嘅地方呢，就有羅便臣道同埋樂善美道。然後呢，就嚟到我哋香港嘅第6任港督麥當勞叔叔。好啊，呢個 get 已經俾大陸人搞爛咗。而佢做過最偉大嘅嘢呢，就係佢起咗東華醫院。除此之外呢，佢亦都間接咁樣令到賭博喺澳門度興起喎。點解咁樣講呢？因為佢本來嘅政策呢，就係喺香港進行賭博合法化，並從中抽稅。但係過咗幾年之後呢，因為賭博令到香港嘅治安越嚟越差，於是喺市民同埋教會嘅投訴之下，又恢復返禁賭令啦。而呢個政策呢，亦都令到香港當時嘅賭客就轉咗去澳門嗰邊賭博啦。而以麥當勞命名嘅街道就自然有麥當勞道啦。然後接住落嚟就係我哋第7位港督堅尼地 Arthur Edward Kennedy。而喺任內，佢喺港島嗰邊填海起咗堅尼地城。另外，佢亦都批准咗匯豐銀行發行1蚊嘅紙幣，而填咗成個堅尼地城出嚟嘅區，以佢個名命名嘅地方都自然會幾多下啦。咁就當然包括有堅尼地城啦，仲有堅尼地道、堅尼地街同埋堅尼地台。之後呢，就輪到我哋嘅第8任港督軒尼詩 John Pope Hennessy。喺任內，軒尼詩主張英語教學，仲將英文列為必修科，並規定咗新設立嘅學校，如果唔用英文做教學語言嘅話呢，就唔可以攞到政府嘅資助。仲有呢，佢亦都容許香港嘅華人歸化英籍。我啱啱講嘅政策，如果擺喺而家聽起上嚟呢，就好似係唔尊重華人咁樣。咁但係事實上喺嗰陣時呢，就正正係相反，呢啲嘅政策係用嚟提升華人嘅地位。而除此之外呢，軒尼詩更加委任咗伍廷芳做定例局第一位華人嘅議員。而以佢命名嘅街道呢，就正正係呢個軒尼詩道啦。接住落嚟就係我哋香港嘅第9任港督寶雲 George Bowen。而喺政策方面，佢設立咗衛生委員會，起咗大潭篤水塘、皇仁書院、銅鑼灣避風塘同埋香港天文台。但係喺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，當年嘅英國就自然係支持法國啦，而香港人呢，大多係喺中國啱啱移民咗落嚟香港，於是佢哋都自然會支持返中國。於是喺香港就發起咗反法大罷工，香港人呢，就拒絕為法國嘅軍商業組織提供服務。而呢個由一開始嘅不合作運動，慢慢喺政府壓制之下變成大罷工，最後由衝突發展為暴動。而以寶雲命名嘅地方呢，就有寶雲道同埋寶雲徑。呢條片嘅最後就講埋香港嘅第10個港督德富 William Des Voice。我唔識讀佢英文名啊。Anyway， 佢都唔係啲咩好人，所以都唔使特別記住佢個名啦。而點解我會咁樣講呢？因為當時通過咗呢個歐洲人住宅區保留條例，好棘啊！山頂嘅物業業權呢，只可以由歐洲人擁有，而華人就唔可以居住喺山頂嘅範圍。但係香港其中一個最出名嘅景點山頂纜車，就正正係因為呢條條例，然後開始運行。山頂纜車係香港第一個機動運作嘅公共交通工具，亦都係亞洲第一條嘅纜索鐵路。而以德富命名嘅地方呢，就有德富道中同埋德富道西。希望呢條片可以俾到大家，亦都可以俾到我自己一個關於當年香港嘅一個景象究竟係點樣樣啦。條片就嚟到呢度，如果中意嘅話可以俾翻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。Bye。